繼續來看監察院公布到上新的財產申報，其中國民黨的立委張智倫甲伊的太太名下有111筆的土地，甲27筆的建物，引發着討論，講伊是國會的地王。另外，喺去年大罷免的期間，張智倫互指控美國有房地產穩重無申報，伊嘛攏佇這一屆做伙申報咯。去年罷免，國民黨立委張智倫接到罷免團體指控，在美國加州有一棟好業人厝卻無登記財產。當時伊強調已經申報，即便監察院公布上新的財產申報。美國房產已經申報，不過外界嘛關注，若美國房地產，張智倫攏總有111筆的土地和27筆的建物，另外還有7000多萬的存款，和價值700多萬的珠寶股東理會。不過當時嘛有一筆差不多2億的債務，內容主要是合建的保證金和賣土地也未歸戶完成的預收土地款。就謝謝大家關心，好，謝謝。對財產的申報，張智倫無想要加講這件代志。不過來看今年度的申報清單，除了房地產和股票，嘛有真濟立委假戲藝術品。民進黨立委蔡宜孚就收贓一包價值20萬毛幣的大師陳祖明的筆寶。不過，在國民黨立委陳永康面前，這無啥，因為陳永康的收贓為乾隆20寸的兩盤。張大千在比照點點大師刀花，甚至還有當筆會的刀花，價值攏總一筆2555萬。國民黨立委吳宗憲除了收贓28包李石興水墨刀花，嘛真假戲大師的雕刻作品，包含朱明和3件游盈豐的雕刻作品，價值攏總499萬。因為剛我爸媽他們喜歡一些這個爸爸贈予的，好，所以我們歷年在產申報的時候都會特別標示。蔡宜孚是展現出和毛筆字大師陳祖明的好交情，和今年度每年的春聯攏是陳祖明寫的。林興藝術收藏家，一人假戲一樣，無人燒親像。Hello， 我是林純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或是體壇動態嗎？趕快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